嗨，各位6年级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闽南语10句要教的是闽南语的第10句。好，来，第10句要怎么念呢？来念念看哦。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头牵牛。细汉就是小的时候。头挽布，头这个栽这个布啦哈，那布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图案哦。这个就是布啦哈。好，这个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护花的意思啊哈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讲是葫芦葫芦的意思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以前我们会把它晒干，当做这个舀水的工具啊哈。那这个东西就叫做布啦哈。那细汉头挽布小时候在这个葫芦护花我们如果不加以纠正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大汉头牵牛长大就会做更不好的事情头牵牛啦，因为以前的牛较值钱比较值钱所以这个引申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小时候做错事，如果我们不加以导正它的话，小朋友就不知道这样子不好，日积月累，长大就会犯更严重的错误。好，我们再念一下小朋友张开你的嘴巴，一起念一下。细汉头挽布，好，再一次。细汉头挽布。好，来后面大汉头牵牛再一次大汉头牵牛。好，来我们整句念一次来，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头牵牛。好，这个护瓜葫芦我们念补啦哈。好，来再念一次你要会念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头牵牛。会念的吗？来，自己念一次看看。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头牵牛。好，来闽语的第10句我们就已经学完了。那请问一下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办法从第1句念到第10句呢？来，我们来念看看从第1句开始，一两三开始，严官府出高惨，心底也造心囝不好，爸顶做甲老官，爸较嫌甲老烂，兄无喙大富贵，双脚大相准，心头乱纷纷。食老倒卖无土豆，火烧过了全无望，去食官庙公，小贪两家人，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头牵牛。好，来，小朋友有没有发现刚刚老师有在句子面多加几个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文件
他没有接受老师在那个字圈起来啦。哦，老师为什么会圈起来呢？因为那几个字是怎么样？要比嘴巴的字啊，哈。好，来，小朋友，我们今天谜语10句就已经都教完了。那小朋友，你们第10句已经会念了吗？怎么念？念念看哦。细汉头满腹，大汉头看牛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第10句了哈。小时候做错，如果不加以导正，日积月累，长大就会犯更严重的错误哦。好，谜语10句护照就教到这里。